好，各位亲爱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主的恩典，互咱准备要开始今早起的礼拜。共款踮伫咱手内底，即马开始准备要线上直播，所以咱若是会当将咱的连结分享到伫咱的群组，也是踮伫咱兄弟姊妹的厝中间。现在咱室内的人数愈来愈放宽吼。所以会当有较侪兄弟姊妹进入到伫教会中间，咱三角敬拜。所以大家也问我讲，到底是伫内底要安怎坐？即马较简单的，就是你甲你边仔的人，你手一支手伸出来，就是大概边仔的人甲你的距离大概是安尼，好所以大概距离安尼掠，所以咱内底的空间会当有愈来愈侪人来伫教会中间做礼拜。所以若是踮伫线顶的兄弟姊妹嘛。你若感觉你备办好势，你也会当转来到伫大礼拜堂内底，咱三角敬拜。踮伫这个时刻，咱会当继续分享咱线上直播的连结，到伫咱兄弟姊妹的厝，也踮伫咱每一个人中间。好，礼拜要开始进前，请咱同齐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因带阮，互阮每一个主日，阮带着期待的心，要来朝见你。主，当阮搁一摆三主日的时，阮不断数算上帝你的恩典，也愿主你临在踮伫阮中间，通过阮正当工的服侍，虽望踮伫山顶，阮犹原会当献上敬拜。主，当整个疫情愈来愈受到控制的时，阮也献上感谢的心，愿你继续保守阮，成做阮的帮衬。主，愿你亲自对阮每一个人讲话，踮伫今早起的礼拜，自头到尾，每一位服侍的同工，阮所做通正做芳芳的祭，献伫你的面前。愿主你备办阮的心，要来朝见你。愿主你的圣神临在伫阮中间，同坐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，靠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好，咱阁有几分钟的时间要开始今早起的礼拜，请咱备办心。
你互你的奴仆看见你大能的作为，互阮的子孙看见你荣耀威力。主啊，阮的上帝啊，求你赐福互阮，求你互阮一切工作顺利，求你互阮所做的工愿意坚固伊。即点咱三个来吟圣诗80首，咱起来来吟全首，对主耶稣目神。是咱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别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三日对世人中道我上天，打一全能爸上帝大名，伊的地下我来心痛我发笑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共同的教会，圣道上通，罪赦免，
永远不化，永远不灭。阿门。请坐。这是咱来用教导方式来看一节上帝话，记载伫启文第51篇，就耶利米书17章。上主安尼讲：我靠人，我靠会死人的气力。因踮伫旷野大蛇的所在，因会亲像风暴飞大丛的树，总是信靠上主，全心倚靠伊的。伊亲像树栽伫水边。严咧教也无惊，空闲的年拢无挂虑。这是咱三甲大祈祷。至圣的爸，感谢你，赐了耶稣做阮的大牧者，互阮无滴到欠缺，带阮到安静的水边，互阮的灵魂静养。阮对平静到疫情的中间，也对熟悉稳定的敬拜方式，行到需要去学习完成线顶的敬拜，到现在疫情嘛渐渐减轻，通去倒转来到你的圣殿的中间，是阮所熟悉敬拜方式。伊无过将来，阮兄弟姊妹也通恢复团契的聚会。阮伫即个所在，阮献上感谢。阮伫即个礼拜过中间，你知，阮是软弱肢体，感谢你的看顾，互阮有平安，甲心灵的勇行。伫即个礼拜中间，阮检采有辜负来得罪主，你所对阮的期待。检采阮嘛有得罪阮的兄弟姊妹，求你赦免伫阮中间的过失。主啊，阮相信你是全知、全善、全能的神。假使阮伫即个全球危机的时刻，真做你忠心的仆人，帮助阮军队、阮的大牧者耶稣的脚者，因为伊听阮献上性命。也装备阮按照你的旨意行，愿你的名得到荣耀。祈祷奉我主所祈祷的名，阿门。是圣歌队的小诗班，要用主行到大乐，我要军队来学乐。
这是咱来看这位圣经，记载的马可福音第10章，咱要对17节看到31节。17节，耶稣出去伫路呢，有一人行进前来跪伊，问讲：好的先生啊，我着怎样做，才通承接永活？18节，耶稣甲伊讲：你啥事称呼我是好啊？无一个好，独上帝那拉。这个界你已经知，无得杀死人，无得奸淫，无得偷窃，无得滥杀，做奸诈，无得欺亏人，着敬你的父母。20节，伊应讲：先生啊，这个我对细汉拢受伊。耶稣看伊、听伊，就甲伊讲：你又欠一项，着去卖你凡所有的，来互送向人，就要有财宝伫天里，搁来缀我。22节，伊听见即个话，面就失色，忧闷就去，因为伊产业真多。耶稣四界看，甲伊的学生讲：富人入上帝国学啊！学生奇怪伊的话，耶稣佮应讲：细囝，我靠钱财的人入上帝国学啊！骆驼穿过尖片，比富人入上帝国也较快。学生一发戆硬，甲伊讲：安尼一罪会得到救啊！27节，耶稣看因讲：在人是袂会，在上帝就毋是安尼。因为在上帝万事拢会。28节，彼得就甲伊讲：我捌放下一切来缀你。耶稣讲：我实在甲恁讲，无有人为着我甲福音的缘故，放下厝体、兄弟、姊妹、老母、老爸、囝儿、田园。30节，就伫现时无得到百倍，就是厝体、兄弟、姊妹、母亲、囝儿、田园，减有困托，搁伫来世要得到永活。总是大生的坐坐要做落尾，落尾也要做大生。今仔日咱老牧师所带予咱的是，伊的言语我会明白。请咱同齐来祈祷。主管的上帝，感谢你的听，因带阮，互阮踮伫你的圣殿下面，愿三敬拜，也互阮踮伫遮，愿欢欢喜喜，甲兄弟姊妹同聚集。主管要领受你的话语，愿你拍开阮逐人的心，用你的神进入阮，互阮明白你的真理，也愿意照安尼去行。同齐祈祷，靠耶稣的性命来求，阿免。在这大家平安。即马大概咱的生活愈来愈恢复正常，囡仔开学嘛开始一段时间，囡仔开始开学了后，准备后一项事就是啥？爱考试啊！爱考开始有考试，开始考试就会摕迄个考卷转来厝的，看伊到底考几分。当囡仔开始有这个动作的时阵，我开始想起一项事，开始想起讲，我伫小学的时阵，若是考试考100分的时，通常会得到啥？会得到100块。足侪人有类似的经验。我会记得考试若是考100分去找阿公阿嬷，阿公阿嬷就会足欢喜，就摕100块互我，就会当去买糖啊，去买玩具。所以大概每一摆考试就开始佫想要好好努力，看后摆会当佫考100分无。但是当年纪愈来愈大了后来发现要考100分简单也困难。
当还阁1、2年级的时阵，看起来就简单的，到3、4年级需要小可爱努力啦，还阁到高年级啊，哇，愈来愈困难呢。到国中、到高中，离这100分愈来愈遥远。所以，咱必须要面对一个现实，就是咱活伫一个离100分愈来愈遥远的世界中间。当咱的人生一直咧向前行的时阵，咱想要完美，咱想要摕到100分是困难的事。所以才会一直到伫年纪大了后，就开始想啊，若是会当像囡仔有偌好，会当亲像细汉的时阵，迄真单纯，我考到100分，啊，摕到迄100块，到底迄有偌好啊？耶稣讲迄句话真有道理，无敢若囡仔才会当进入上帝国，若无亲像囡仔共款，都无法度进入上帝的国。当耶稣讲这句话了后，耶稣准备要离开，忽然间有一个人走过来。咱有当时啊读台语圣经的时阵，会袂记讲，迄个行其实毋是行，迄是走。走进前，迄个人走进前要来找耶稣。有一个少年人走来找耶稣，伊问耶稣一个问题，伊问啥物？好诶，先生啊，我通做啥物，我才会当得到永远的活命？我着怎样做，才通升接永活？我要得到永远的活命。在你这个少年人来讲，伊可能认为讲啊，迄个永远的活命就是迄个100分。迄个永远的活命是100分，所以伊足着急的。我到底应该爱做啥物？耶稣回答伊啊，耶稣听伊的期待，耶稣嘛回答伊。耶稣讲啥物？耶稣无直接讲，耶稣是问伊一个问题：你为啥物讲我是好呀？除了上帝以外，无其他的是好。但是伊继续讲，你一定知影。这会改变吧？这会改变有啥物？这会改变有啥物？哦，无得杀死人，无得奸淫，无得偷摕，无得拿山做见证，无得克开人，就爱敬你的父母。连续讲这会改变，讲煞了后，这个少年人心内底安怎想？这个少年人欢喜啊，因为安怎？这一切事，我自细汉开始拢遵守啊。自细汉开始，我都遵守这的诫命。哦，那是要考100分，安尼这张考卷我应该分数袂歹。所以这个少年人欢喜，我应该做这的事了后，我就会当得到永远的活命吧。结果，耶稣看伊。耶稣真意爱伊，因为伊有一个亲像囡仔共款的期待，我应该啥物拢做啊吧？结果耶稣的回应是：你还阁欠缺一项，你还阁欠啥物？你还阁欠一项，去卖你所有的，来互送乡人。就安尼，你就会有财宝伫天里，然后爱来军队我。你爱去将你所有的卖掉，分互送乡人，然后来军队我。耶稣真直接的回应，这个人听了，前一秒钟还阁足欢喜，抓准讲我已经得到100分啊！这个诫命我拢遵守啊，啥物代志我拢做啊吧。结果，当耶稣安尼讲的时阵，伊的心那亲像对天堂到地狱，心内底忧愁，心内底忧愁，伊离开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伊是一个富人，因为伊是一个有钱的人，所以伊离开啊。耶稣爱伊所做到底是啥物？伊问耶稣讲：我爱做啥物，才会当得到因果？耶稣有甲伊讲：你爱做啥物？去，将你所有的卖掉，
分互别人来军队化。耶稣讲有的5个行动，耶稣讲5个行动，你爱去将一切卖掉，分互送乡人，然后来军队化。连续5个行动，耶稣挑战。若是咱想要考到这100分，咱必须爱面对，咱还阁欠一项。自细汉到大汉，咱可能遵守一切诫命，遵守一切的规矩，但是犹原欠一项。逐摆读这个圣经的时阵，你有感觉冲突无？逐摆读到这段圣经节的时阵，我毋知影对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来讲，你有感觉互你冲突无？若是咱无感觉冲突，安尼可能无啥正常吼。会冲突是正常的。当每一摆读到这段圣经节的时阵，咱会感觉心内底真爱叫，咱会感觉真袂适，咱会感觉甚至互咱感觉真不舒服。但有足侪复杂的情绪伫这内面，因为这个耶稣的回应，毋单是对迄个少年人所讲的，嘛是对咱每一个人所讲的。咱并无有法度真正将一切拢卖掉，分互这些人。咱尽管是我爱做足侪事，我要考100分，我会当遵守一切诫命，若是真正有。遵守诫命，遵照教会规矩，参与聚会，参与服侍，甚至奉献，帮咱济人。咱一直想要去争取，我要考好的成绩。但是耶稣的话对咱讲，当咱想要得到好的成绩的时阵，其实咱已经离上帝的国足遥远的。所以，当咱一直咧掠的过程中间，咱嘛亲像这个少年人共款，伊足着急想要继续问：安尼我到底应该爱做啥物啊？咱的心真正想要有一个答案，但是敢若永远拢得袂到。伫疫情以来，咱不断看见有侪无共款的挑战出现伫咱的身躯边。每一礼拜一直拢在变化，包括咱的同工踮伫咧讨论教会到底应该安怎聚会的时阵，咱嘛会发现差不多几礼拜都爱搁换一摆，几礼拜都要换一摆，顶礼拜还搁有数字搭伫咱后壁，这礼拜都拢无数字，重新搁调整咱的位置。咱嘛一直咧问。到底应该爱做到什么程度？到底应该爱完成了什么才会当符合一切啊？但是后来，我开始发现，生命的答案真正毋是遐尼简单的。虽然咱现在看起来是安全，但是当全世界的国家所做的决定是，大概所做的决定已经是甲病毒。做伙生活，甲病毒做伙生活的意思，就是咱永远会踮伫一个随时会破病、随时会失去生命的实况中间。咱必须爱做这个心理准备。当全世界各国已经决定讲，就是甲病毒要做伙生活的时阵，咱就是开始进入一个，无论咱安怎做，拢有可能面对。咱有可能破病，咱有可能伫无注意的中间就失去咱的生命。所以伫这个状况下面，教会面对的挑战确实足大。到底是要做到什么程度？到底是要做到什么款的安全措施，才会当保障所有人的安全呢？老实讲，咱无答案，但是咱一直想要有答案。咱一直想要有一个明确的答案，但是真可惜，面对生命，人是安尼啊软弱，人是安尼啊微细，咱无法度得到完全的答案。嘛，踮伫这个想要做的过程中间，成做一个真大的试探。人想要透过做足一项事，
来表达我应该会当安全，来满足家己的安全感。想要透过做足侪项事来证明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，想要透过做足侪项事考到100分来证明我会当得到人的懊恼。但是耶稣讲，这可能拢是空的。也就是讲，进一步来讲，咱踮伫生活中间一直会去想，我爱做一个什么款的基督徒，我爱做一个什么款的同工，才会当满足上帝的期待吗？耶稣讲无，你还阁欠一项，你还阁欠一项，就是将所有的拢摕出去，然后来跟对我。耶稣的条件非常的清楚。当然，伊的门徒也同款，真袂晓啊。对耶稣安尼讲，同款犹原袂晓。当迄个少年人忧愁离开的时阵，耶稣讲：“唉，要正做上帝国的子民是偌尼啊困难啊！”伊阁安怎讲？即句话咱拢足熟悉，比骆驼安怎？要穿过尖片阁较困难。伊门徒讲，若是安尼，到底什么人才会当得到救啊？到底啥人才会当得到救？耶稣讲，在人是袂话，总是伫上帝，万事拢话。当咱愿意放弃一切来跟对主的时阵，踮伫上帝，凡事拢会。伫对话的过程中间，门徒小可较欢喜，因为门徒感觉我应该毋是好野人，门徒感觉我应该毋是好野人吧，所以彼得就走来甲耶稣讲：“老师，你看，阮已经放下一切来跟对你啊吧？阮已经放下一切啊！”听起来敢若较欢喜，因为对照迄个少年人来讲，门徒毋是遐尼好野的人，所以门徒感觉我应该有放下较济啊吧。结果耶稣讲的搁较济啊。当咱每一摆感觉我已经做了袂歹啊吧，我奉献遮济啊，我服侍遮济啊，我军队主有够济啊吧，有够啊吧。耶稣所讲的永远比这搁较济。咱认为咱已经放下一切来跟对伊啊，咱抓准讲我安尼奉献，我安尼服侍，我安尼开时间踮伫上帝的工，应该有够啊吧的时阵，耶稣所讲的永远比咱所想的搁较济。搁较济是啥物？爱放下啥物？爱放下厝体兄弟姊妹、父母、儿女以及所有的一切。爱放下一切啊！耶稣的要求永远比咱所想的搁较济，也都是安尼。所以咱读到这段圣经节的时阵，才会感觉真冲突，才会感觉安尼我到底要安怎做啊？耶稣所爱的比咱所想的搁较济，咱抓准讲我已经有够啊！我已经自细汉到大汉，我拢咧教会中间。自细汉到大汉，我已经足认真传福音。自细汉到大汉，我足认真参与逐款的聚会，认真咧服侍，应该有够啊吧？咱拢亲像迄个囡仔，想要摕一个100分的成绩单来问上帝讲：“啊，上帝安尼会使吧？”结果上帝讲也无够。伊所要爱的，比咱所想的永远搁较济，检查搁较济一步。所以伊所讲的是：你爱去，你爱去，你爱去，你爱将一切卖掉，分互人，然后来跟对我。这个去放下一切，包括咱的亲人，咱的朋友，咱的财产，咱的一切，然后爱来跟对我，这是一个足互人感觉爱叫的邀请。这是一个互人感觉，哇，做基督徒遮忝，我敢会当歹做无？这是一个
互咱感觉足艰苦的邀请，是互咱每一个人拢会受到迷惑的邀请。但是，咱的迷惑是耶稣的明白。当咱拄到这个迷惑的时阵，咱需要定心来看耶稣到底做啥物。耶稣的帮手是，伊为着咱的罪定死的十字架。耶稣的帮手是，伊明明是上帝的囝，但是愿意为着咱每一个人流出伊的宝血。耶稣的帮手是，伊知影这是上帝的心意，所以人爱一生行伫上帝的心意，直到进入永远活命的迄点。耶稣用伊的生命来展现伊的明白，也咱每一个人讲，你需要来跟对我，你需要来跟对我。所以因的迷惑，为是咱的明白吗？为是咱的明白吗？伫人生的道路顶面，咱到底阁掠着啥物啊？伫人生的道路中间，咱掠着足侪物件，但是咱必然咧面对失去。伫疫情的中间，我感觉，互咱一个足大的学习是，咱搁较明确，所有的代志会失去。所有的代志无亲像咱所想象的共款，我了准我会当拥有一切，我了准我会当掌握一切，但是疫情的发生提醒咱，有一日咱拢会失去，有一日咱会面对死亡。我看到一个真出名的讲道者，有一日伊发现伊家己得到癌症。伊得到癌症的时阵，咧准备讲道，咧读一寡册的时阵，伊读到一段记录。踮伫罗马的时代，伫罗马的时代，将军拍赢了后，会足欢喜的，有规群的迄个兵啊，踮伫遐欢欢喜喜，准备要赢至胜利。啊，后壁有一寡互人受掠的人，踮伫后边慢慢咧行。迄互人感觉真荣耀的时刻，将军会请一个萝卜徛伫伊的边仔，伫伊的边仔上主要的工作，敢若讲一句话。上主要的工作，敢若一句话，就是会记你会死。踮伫迄个拍赢，伫迄个凯旋的游行中间，将军非常荣耀，继续咧向前行。所有的军兵徛伫后壁，做伙向前行，咧欢欢喜喜掠了后壁受掠遮个人的时阵，边仔一个萝卜一直甲伊提醒讲：会记你会死，会记你必然会死。甲遮个受掠的人共款，甲遮个战死的人共款，有一日性命会到伫落尾。伫性命会到伫落尾时，才知影讲，人啊，真正无啥物了不起。人啊，真正需要学习放手伫上帝的手中。所以，这个讲道者伊读到这段话的时阵，伊搁一摆得到真大的鼓励。虽然破病，虽然得到癌症，虽然面对必然会失去。但是，伊搁一摆学习，当人真正咧面对我可能要失去一切时，人才知影讲，我需要超找上帝的帮助，也经验基督医治家己的骄傲，医治家己的软弱。因为当破病的时阵，伊会不断咧想，主要为什么互我遮尔短的时间？我还阁有足侪项事要做。我阁有足侪计划想要完成，我阁想要替你做侪事啊！但是到伫迄点的时阵，伊才开始提醒，原来迄是我的骄傲，原来伫我面对人生的软弱，面对我失去侪，失去健康、失去时间、失去气力的时，原来生命中间上大的是我的骄傲，我无想要失去这一切。
所以对迄碟伊基督医治家己的软弱，也互伊知影讲，啥物叫做放手，啥物叫做军队。所以最后伊写的是，就算讲伫面对生命终点站这段时间，敢若人生已经走伫上尾点啊，伫迄个操场中间，若走到上尾点，但是只要我还阁有气力，我就应该继续向前来跑走。甚至若亲像每一个赛跑的人共款，踮伫上尾点的时阵是安怎？要冲刺。到伫人生上尾点的时阵是继续冲刺，迄个冲刺是准备要冲过终点线，因为咱知影踮伫终点线的后面是永远的活命，是继续向前要冲入去生命，要得到永远的活命。这是上帝的恩典。上帝通过耶稣基督，成做咱生命中间的典范。伊咧邀请咱来跟对我，放下一切来跟对我。你去将一切你所认为你拥有的，将伊放掉，分予需要的人，然后来跟对我吧。咱一直想要考100分，但是咱知影，咱永远考袂到100分。好消息是，好佳在，上帝毋是爱咱考100分的上帝，这是福音呢。上帝毋是一个爱咱考100分的上帝，咱永远拢考袂到这张100分，但是上帝是迄个接纳咱。无论咱到底是考几分，只要咱愿意将这一切放手交予伊，咱会进入永远的活命。所以，伫这段时间是继续向前的时间，伫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，也是一个继续学习挖苦的时代。咱咧向前跑走，咱也继续向前，要进入上帝的国度。少年人甲文道拢有未黑，但是耶稣伊完全明白，伊明白伊人生所爱行的路。现在这个问题也放伫咱的面前，咱是未黑，也是明白的。少年人甲文道的未黑。为是咱会明白吗？上帝的路摆伫咱的面前，邀请咱继续向前。请咱来看我所写的一首诗。一个欢欢喜喜的囡仔，摕到考100分的成绩单，要讨学路，却对天堂随落忧愁离开。伊的未黑。你明白吗？步步军队的文道，掠准放杀有够啊吧？会当受尊重，却哪亲像一支闷棍，有话讲袂出。伊的未黑，你敢明白吗？伊的未黑，我会明白。伫人袂话。上帝不然，上主的心意，毋是人会当切到，落叶随风，放手军队，哪来哪明白伊的脚迹？伊的未黑，为是咱会明白吗？咱永远拢向前咧跑走，咱永远向前咧行。步步哪来哪明白，原来耶稣的脚迹伫遐，耶稣咧带咱向前行，直到咱得到永远的活命。请咱同齐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伫阮的一生中间，
阮一直受到真大的威胁，阮想要得到搁较济。阮嘛抓准讲，当阮做有教业，当阮奉献有教业，当阮服侍有教业的时，阮应该会当得到你的欢喜啊吧？无想到讲，原来迄不过是阮生命中间的骄傲，阮抓准，阮有够。主通过少年人，通过文道，你嘛互阮看见，阮不过嘛甲因共款。有时阮忧愁离开，有时阮虽然伫军队，但是有搁较大的威胁。阮的软弱只有你知，主阮也欢喜，因为你拢知。你正做阮的模范，你行伫阮的头前，也向阮展现上帝的路，是牺牲的路，是放手的路，是军队的路。愿主，你继续带阮向前行，互阮会当真正进入永远的外命。这毋是靠着阮的气力。因为伫人袂话，只有踮伫你，阮会当得到永远的拯救，阮会当得到永远的活命。愿你引带阮，同齐祈祷，靠耶稣的性命来求，阿门。这是咱来吟会用的诗歌548首，我是为基督。是咱奉献，伫咱还未恢复到咱的执事业奉献地到大家面前的时阵，所以咱将奉献箱放伫咱要入来的所在，请咱大家会记得为主尽忠来做咱的奉献。咱若要汇款的，要用邮局也是银行的时阵，请咱得爱指明，指明是指定项目来做奉献，甚至来甲咱的会计。来甲用电话来甲告知一下，若无的时阵，咱会诚做是有志的奉献。好，这点。好，我来做咱教会消息的报告吼。咱的北克的圣经学堂原则上拢由原点伫线顶来进行吼，所以咱若是有兴趣，欢迎咱伫拜三的暗暝8点会当来看咱北克的圣经学堂，圣经的部分嘛会当请咱家己来做准备。好，慢慢咱现在咱愈来愈侪人会当转来到伫教会中间来做礼拜的时阵，所以有几个变动吼。对于第一堂礼拜的招待人员对本主日开始恢复服侍。
过来第一堂甲第二堂礼拜，整理的奉献也对本主日开始恢复，领诗的部分也对后礼拜开始恢复服侍。踮伫咱的空间内底吼，大概就是咱即马无梅花座的限制啊。但是边仔的人小可所以咱整个空间内底会当坐偌济人。咱算过，若是照安尼，大概是130到140中间，这个人数拢无问题。所以原则上，咱若是感觉准备好势，兄弟姊妹，若是你踮伫线顶，你有想要转来到伫礼拜中间，也欢迎你会当继续来到伫礼拜中间三甲敬拜。好，过来明仔载办公室休假一天，因为国庆连假的缘故。过来后主日是玉山神学院的奉献主日，所以王宗尧院长要受派来咱教会讲道。玉山神学院嘛特别邀请咱来做伙关心，因为原本玉山神学院的奉献主日是5月第3礼拜，财务有真大的困难，所以嘛邀请咱做伙来关心。好，过来10月24日下晡，咱教会遮有一场演讲，是迄个历史档案馆。历史档案馆要踮伫咱教会办一场演讲，对1点到4点要办，这叫做压迫体制的教会吼，对长老教会东岸解密谈台湾民主的发展，这就是古早踮伫迄个威权时代下面，咱会有足济，包括神学院的老师受到迄个，咱迄当时即马拢讲叫做廖白啊，嘛要做伙来下晡1点到有兴趣的兄弟姊妹。欢迎咱会当做伙来参与。好儿童快乐营，咱即马1个月敢若一摆儿童快乐营，所以如果你是家长踮伫线顶，欢迎你扫 QR code， 荧幕上面的 QR code 会带你去报名表，所以咱的家长欢迎你会当来参加咱的儿童快乐营。好，我做以上简单的报告，咱等下礼拜三以后，咱会当彼此继续请安三招好，咱做。患难救主耶稣基督，显明恩典慈悲，以百姓的受所大好，挑难亲像行前，挑难亲像行前。星星看领各人感动，翘起大人心内，三地相通。咱做伙祝福，耶稣基督恩典，天父上帝的疼痛，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感动，常常踮伫咱的心内，互咱经验。放手的时，也是军队的时，也是领受祝福的时，也是分享祝福的时，对答到永世代。阿们。